釘釘新手指南，讓 AI 助理學習自定義知識。知識學習功能及 AI 助理支持學習用戶自定義的內容。AI 助理掌握了浩瀚的知識，但是如果你的知識不在 AI 助理掌握的知識範圍內，你可以通過上傳自定義內容，讓 AI 助理擁有更深層的智慧。讓我們來看看 AI 助理知識學習的入口及配置步驟吧。點擊釘釘主界面右上角魔法棒圖標，點擊 Side 助理選項，選擇創建 Side 助理，進入 Side 助理創建頁面，點擊知識添加，添加釘釘知識庫文檔或本地文件，讓 AI 助理學習自定義內容。AI 助理將自定義內容學習完畢後，還可以點擊高級設置，進一步控制 AI 助理的學習能力。高級設置可以控制 AI 助理是否可以開放回答，並且文本匹配度的數值越高， AI 回答內容與學習到的內容更相關。大家在上傳自定義內容時，還要注意具體支持的文件格式和 AI 助理發布後，可以在助理編輯頁面查看使用情況，解 AI 助理的實時使用數據，學會怎麼使用釘釘。AI 助理的知識學習了嗎？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實踐案例吧。AI 助理答疑小助手可以幫助大家解答在使用或創建 AI 助理時的各種疑問。我們將釘釘 AI 助理相關的自定義內容上傳到了知識學習板塊，幫助 Side 助理答疑小助手更好的回答用戶的問題。有 AI 助理答疑小助手之前 Side 助理文檔，知識分散內部。外部答疑成本高，開發專業客服系統成本高。有了 AI 助理答疑小助手之後，通過副應用欄輕鬆進內任何人均可使用 Side 答疑，24小時在線，輕鬆解決所有問題。